箴言第4章第23節，你要保守你嘅心勝過保守一切，因為一生嘅果效是由心發出。由牧師今次白雪公主呢個咧，簡直係一個歷史性嘅災難級嘅事件啦。因為白雪公主當時第一套嗰套動畫咧，可以咁講係和路迪士佢即係叫傾家蕩產。佢因為歷史裏邊係未拍過咁嘅級數嘅動畫，即係要畫好多張圖，然後好多人手去拍，咁然後佢創造咗一個經典啊嘛。但係喺今次點解會咁大迴響？因為佢係毀咗成個世代嘅人咧，對於迪士尼同埋白雪公主呢個經典嗰個形象。咁呢個佢特別在就係今次，因為牧師喺今年2月2號啦，去確立咗小獅子嘅5年啦。咁亦神俾咗好多提示我哋知道啦。其實小獅子點解佢哋今次可以能夠，即係無論係次恩或者係少少組啦，都係能夠追得上牧師嘅時候咧，係因為佢哋能夠真係知道牧師嘅身份，並且好想完成牧師嘅心願咧，一路就佢去讓世人去見到牧師啊，其實識好多嘢，同埋做到好多嘢，然後將佢好似一個 reporter 咁樣咧，去打包式去俾翻世界睇咧。啊，其實石安同埋約翰牧師就係一個咁嘅一個經典。咁但係就好似頭先牧師佢所講啦，因為詩篇咧，佢其實係一個預言嚟嘅。但係喺我記得牧師94年去講摩西詩篇1篇對1年嘅時候咧，其實好特別，叫做3000年前大衛寫詩篇嘅時候咧，然後所羅門將佢編輯嘅時候咧，其實當時我哋唔知道石安就係個經典嚟嘅。咁所以我哋係好順理成章就覺得係咯，所有嘢對比1900年之後，但原來今日當神不斷去印證牧師係19嘅時候咧，我原來詩篇一路係想 mark 低咧1900年就係牧師生日嗰個共同信息之外咧，其實亦係喺詩篇裏邊咧，其實係隱藏咗好多關於石安。因為我記得喺雙氧水事件開始咧，其實牧師已經發覺，咦，點解詩篇96同69同埋好多嘢點解裏邊好似講緊石安咧咁樣？咁原來嚟到今日，我哋先知原來打從開始詩篇，其實根本就係想印證緊牧師嘅一生同埋一生嘅事。因為我哋每年都會翻去詩篇對噶啦，啊喺下年詩篇就講呢樣嘢。咁我哋就會跟住牧師就點樣去預備下年咧，石安要進入去詩篇呢啲嘅預言咧。但係原來今日站喺2025年嘅時空咧，其實原來根本詩篇係為咗石安而存在，然後就要俾世人知道咧，其實石安就係一個經典，佢打包咗咧，而家就係千禧年啦。我哋點樣去回應？咁呢個係咪就係站喺呢個時空？點解神用兩代嘅傳承？即係大獅子同埋小獅子兩代嘅傳承咧，去變咗牧師而家呢段時間嘅教導同埋啟示，去幫我哋，無論我哋係上一代或者係小獅子嘅一代啦。其實我哋要知道石安呢一種嘅身份。係啊，因為其實如果我哋越嚟越睇清咗我哋嘅身份，我哋都係近年先越嚟越清楚啫嘛。而並且直情根本係所有信息、所有世界發生嘅嘢，都根本係轉向呢個嘅方向。其實如果再細諗翻，石安係點樣出現嘅咧？點樣存在咧？係完全冇向呢個方向諗過嘅。即係等於我翻嚟香港嘅時候，當時只係一個學生咁樣啦，即係叫做唔使讀書啦，咁翻嚟，即係我父母就諗住，其實我會唔讀書，你自己諗啦。咁你出去揾嘢做又好，跟阿爸做嘢又好啦。佢冇諗到我即時就諗住乜都唔做就去做牧師嘅。咁而當時我記得翻嚟嘅時候咧，其實我都對一個好多人嘅，即係對一個以前我真道教會裏邊一啲嘅導師啦，一個姓鐘嘅一個弟兄啦，咁又幫過出邊好些嘅人嘅。咁而亦係有機會去睇好多唔同嘅呢一啲嘅教會，其中一間教會咪就睇嗰陣時俾預言我嘅吳弟兄嗰間教會啦。咁剩翻都係得10幾20人去探過佢，咁佢哋都講翻吳弟兄好失望，因為好努力去做某啲嘢，但係跟住政府係收咗佢一啲嘢，等佢哋根本都搞唔成，唔能夠擴展教會，所以就好失望咁移民啊咁樣。咁接觸過好多呢一啲牧師，因為好多嘅機會啊，接觸到神召會啊，成日嗰啲。咁喺當時嚟講咧，我開始教會，甚至我開始叫查經班嘅時候咧，
其實都千奇百怪嘅，個個都有佢哋自己嘅背景嘅。譬如全威係嚟自復興，展明係嚟自觀塘演恩堂啊，一啲係嚟自新蒲崗嘅真道啊。咁其實我只係卒仔嚟嘅啫。咁喺當時就算連開始講嘅每一篇信息咧，都係應付佢哋嘅需要嘅。其實我冇諗到咁偉大，將來哇！我連第一篇信息都要真係好似明燈一樣照耀成個世代咁，唔係㗎。我直情神安排咗好多人同我身邊，我為咗佢哋嘅需要咧，去講呢啲信息。箴言第4章第13節，你要保守你嘅心勝過保守一切，因為一生嘅果效是由心發出。好出師將愛騙，來傳達我諾言，將讚美於每天，情誼在我心作應。塵俗裏有百千的轉變，難預計人生有歷練多挑戰，期望每月每天自偽情堅會變遷，常傳真意奉獻，萬物又像泡影幻變，如塵埃飄散如煙，不足寄望，唯有倚靠上帝經過驟變，若面臨暴雨天挑戰，仍持守心裏良善，只盼望到主情全忠貞，真心奉獻。情字未變。